台湾第一场全台语资深华德福第一届毕业生的演讲呢。大家好，我是朱雄，我是宜兰人，即马伫云林做工课，但是后礼拜就要转宜兰啊，安尼，我是即个宜兰东龟山的即个资深华德福的学生，我是读国小甲高中毕业的，安尼高中就转出来。应该是讲迄个时阵是第一届啦，无高中部安尼。唔知影大家敢会想讲，我都毕业，即种体制外教育毕业的囡仔，出来，已经出社会啊嘛，即摆20几岁啊，出社会了后，即摆的生活是生做啥物款？是过了好无？安尼，若是大家有兴趣，会当来参加即届的组单。这算是第一届有人使用台语来介绍华德福教育啦。我唔敢讲，就是即个台语会讲了偌好，即个教育的部分可能嘛无讲了偌好，但是阮就是试看卖，大家若是有兴趣，想要了解台语的，还是想要了解华德福教育的，拢会当做伙来交流。阮开放免费的名石鼓溪社区石鼓溪景兴山的社区3个里有4个名会当免费来参加。阮佮开放即马现只是咧头我的学生家长。老师甲教职人员嘛开放5个名来参加你若想要参加前1礼拜报名费是150块，若迄天才要来的人是300块。你若注文登记但是迄天无来你这世人就永远无法度得到台语老师免费参加活动的资格哦。另外一种就是提咱的石鼓溪定兴消费，迄天消费超过200块的人会当嘛免钱来参加，嘛开放4个名欢迎大家来参加哦。改变生死，因为着保护你，我徛在你头前，拼死不愿离开。改变生死。台湾第一场全台语资深华德福第一届毕业生的演讲呢。你都爱学钢琴啦，你都爱学音乐啦，你都爱学算盘啦，你都爱学写作啦，你啥物都爱学啦，你都爱做个去做律师啦，我是为你好啦。出来跳舞呀！你在世界的你也会记得伊的背影。人有感款的心情，要改变生死，因为着保护你，我徛在你头前，拼死不愿离开。改变生死，因为你的香味，音乐的故事的走从只为你。阮开放斗南石鼓溪，台湾第一场全台语资深华德福第一届华德福全台语的毕业生。你都爱学音乐嘛？你都爱学